以斯帖記第8章，猶太人嘅反擊。嗰一日，亞哈隨魯王將猶太人嘅仇敵哈曼嘅家產賜俾以斯帖皇后。末底改都嚟到王面前，因為以斯帖已經告訴王末底改同佢係咩關係。王摘下自己嘅戒指，就係從哈曼取回嘅，俾咗末底改。以斯帖派末底改管理哈曼嘅家產。以斯帖又喺王面前求情，俯伏喺佢腳前，流淚哀求佢阻止亞甲人哈曼害猶太人嘅惡謀。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，以斯帖就起嚟，企喺王面前，話：王如果以為好，我如果喺王面前蒙恩，王如果認為合宜，我如果喺王面前得喜悅，請王下諭旨，廢除亞甲人哈米大他嘅兒子哈曼殺謀，要殺滅王各省嘅猶太人所領嘅詔書。我何忍見我本族嘅人受害呢？何忍見我同宗嘅人被滅呢？亞哈隨魯王對以斯帖皇后同猶太人末底改話：因為哈曼要下手害猶太人，看啊，我已經將佢嘅家產賜俾以斯帖，都將哈曼掛喺木架上啦。你哋可以照你哋看為好嘅，奉王嘅名寫諭旨俾猶太人，用王嘅戒指吸印，因為奉王嘅名所寫，用王嘅戒指蓋印嘅諭旨係不能廢除㗎。3月就係西灣月23日。當時王嘅一啲書記受召而嚟，按住末底改所吩咐嘅，用各省嘅文字、各族嘅語言，以及猶太人嘅文字語言寫諭旨，傳俾嗰個從印度直到古實127省嘅猶太人，以及總督、省長同埋領袖。末底改奉亞哈隨魯王嘅名寫諭旨，用王嘅戒指吸印，交俾信差們騎上御用嘅皇室快馬去頒布。王准各城各鎮嘅猶太人喺1日之內，喺12月就係亞達月嘅13日聚集，喺亞哈隨魯王嘅各省保護自己嘅性命，剪除、殺戮、滅絕嗰啲要攻擊猶太人嘅各省各族所有嘅軍隊，以及佢哋嘅妻子兒女，奪取佢哋嘅財產為掠物。呢個諭旨嘅抄本以敕令嘅方式喺各省頒布，通知各族，使猶太人預備等候嗰日，好喺仇敵身上報仇。於是其御用快馬嘅信差奉王命催促，急忙起行，敕令傳遍咗書珊城堡。末底改着住藍色白色嘅朝服，頭戴大金冠冕，又着紫色細麻布嘅外袍，從王面前出嚟。書珊城充滿咗歡樂嘅呼聲，猶太人有光榮、歡喜快樂，得享尊貴。王嘅諭旨同敕令所到嘅各省各城，猶太人都歡喜快樂，擺設宴席，以嗰日為吉日。國中許多民族嘅人因為懼怕猶太人，就自稱為猶太人。